问丰兄最后到底会怎样？一时耐心回答的详细周全。他说无非是不大一样，当然有可能大不一样。我不死心继续追问，那么还有什么结果？他说有可能一样不大，但也有可能不一样大。问丰兄最后到底会怎样？一时耐心的回答的详细周全。他说无非是不大一样，当然有可能大不一样。我不死心继续追问，那么还有什么结果？他说有可能一样不大，但也有可能不一样大。